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按摩海嘅中间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我也係用西安嘅话语嚟做一個報道，安哈。大家都會記得，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與行業啊，各有不同嘅語言同語言，同時使用嘅文字文語也一些。一個歌嘅曲詞嘅用法也有所不同，所以研究客家語、客家文，而有法圖、程圖、正確圖等三圖啊，加把項來，真有法圖來研究何些組成嘅客家嘅語言嘅組合，尤其做一個客家語語咩？老師先生手指客家話對教學方面呢，呢一方面而來加強提升咁嘅客家族群嘅文化等等嘅意義存在。同時堅強各位鄉親大家在有限嘅時間多聽我嘅錄音多聽嘅主機呢多看本文呢多讀下幾遍呢做參考。就可以增加我哋客家嘅語、客家嘅文自然就會通順而流利，同時承接順我哋客家嘅優美嘅語言嘅素材啊，所以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呢非常嘅重要，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同努力嚟做一個達標。同時客委會呢係各單位啊，客政單位也係大力地嚟推廣。今日我講一個題目呢，就是客家商業用語非法嘅第673一個673課嘅編啊，第6課客家語與客家商業用語嘅非法阿雄大也講啊，而家阿公去提嘅檢查嘅課文一絲一語對照錄音，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嚟讀白話文、看白話文、寫白話文來一個多嚟可以做研究。在一篇文章之前呢，佢們也提供一個客家語嘅語詞啊嘅由來。客家語詞 A 由來，一個 A 得用頭前是講一個名形容詞動詞嘅 A， 一個詞單音字嘅時也從 A 按啦嗬，就像啊摘茶嘅，就變成個茶摘嘅，煮茶嘅啊，摘茶嘅、摘茶、煮茶、煲茶是用意不同啊，所以講啊摘茶嘅。摘茶味嘅就是茶摘嘅，茶摘嘅。日曬頭味就是曬日嘅。一個燉薑茶味就按照薑茶燉咧，牛檳榔嘅叫做檳榔牛味，安尼等等嘅都係有連音詞啊。所以這個在世永遠是提示上，一個有味的也沒那個白個音，河洛話呢就瓦拉也馬那亞加八個音，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一個語言方面呢，對於一個連音詞一方面呢非常嘅重要，講起來能夠順口流利，聽起來能夠入耳有意思，安尼嗬。後來我哋一個文章呢，非常嘅感謝一個台南大學嘅博士生啊，一個李文分享啊，能夠用心來做個錄音喎，所以希望各位鄉親那個非常嘅感謝有幾多一個熱心嘅鄉親來做一條事情，同時播放在一個各社群地度裡。台灣天子報、屏東時報、一個客家天子報，那個其他嘅一個 Facebook 也喺其他嘅社群地度裡啊，都有貼上，非常嘅感謝大家嗬。
後來今日就提嘅啦，慢慢的讀，慢慢來讀啊，一個慢慢來呢，一個因為用來咯，就慢慢安慢，n 係會接下來 ，n 的音是的音，拿來都頭前變成呢音安哈，慢慢來，也就是慢慢地啊，地呢是副詞，頭前一定是講形容詞、動詞啊，形容詞、動詞。啊，在是呢是提起上嘅，永遠是提起上嘅，所以北部嘅鄉親有慢慢來啊，慢慢來，冇人差，因為來呢就是海陸音，海陸同西安差兩音安哈。好來，我哋嚟看第六課，語言昆平這個第一部分，這個是在94年同嘅2005年嘅時間呢，這個去高雄大學呢。醫學院有來演講啊，帶頭發起這個大學裡頭開個先修課程嘅第一個學校，就是高雄醫學大學嘅醫學院啊。各位人去上醫院呢聽演講啊，也係非常呢唱演講啊，也非常呢實萬有一兩個呢有愛來做一個參考指導欣賞安啦吼。後來本文人物就阿公乜阿公嚇，阿公高文公，阿雄何以文雄嚇，服務台，少子，護士，醫生，恩生，等等五個人嚇。阿雄就講啊，阿雄阿公就講啊，阿雄根本人唔咩該送上呢，有18位冇乜嘅該出差喲，有18位冇乜嘅該出差喲，阿雄就講阿公啊。對，做這個裝片時個寫上台話，阿公安尼個寫上台話嚇，冇睇啥我。我真來去醫院本醫生看好嘛，啊，本醫生看好嘛，一點嚟個本醫生看是客家話，個看醫生是國語哦，啊，好多話也是看醫生哦，客家話是本醫生看，一點都冇相同嘅講法。阿公都講啊，唔是啦，可能係少位感冒，哦。阿雄就講阿公，好啦，我倆下閒，我真來去醫院，我會批本醫生看，倆下又有農保，本醫生看唔是按多錢，阿公啊。有限時間就來去本醫生做健康檢查，有咩改好話？阿公就講哦，阿雄，我倆位書呢很有效嘅，家伙，三副穩哪嚟？來去，阿雄就講阿公，茶位我準備好嘅呢，窮快上茶，我帶來去高雄醫學院好嘛？一個課程是高雄醫學院上課用嘅，同其實醫院用嘅課程啊，我帶來去高雄醫學院好嘛？阿公話做得。一個有人講啊，做橋呢都睇，講做得安尼話，做得，幾件實批好，服務親切，有答高強，阿雄講到位哦，茶位是來去停車場，阿公唔吹兩隻嘅燈啊，唔吹兩隻嘅燈啊，唔好做我，哦，阿公都個嘿，安尼緊啦，哦，我倆個書呢，限得我寫嘅，
汉的爱写给一个了呢，一个头前是这动词，一个就相同为了也没那个别谈好的时间呢，谈好的时间用第三场，汉的爱写给，你看，茶位天茶位也书办有答价格，有答价格啊价。O 呢是连音字，就为了也没那个别言，头前歌啊不能有价格慢呢，啊这个阿兄，意思讲啊阿公，茶位爱挺好嘅，茶位愛挺好嘅，來去，我等來先來去掛號，我先來去掛號，阿公，健保卡同身份證本啊。服務台就講：誒，先生，請問我掛乜嘅可看門診啊？請問我掛乜嘅可看門診啊？啊，anh ấy gì mà sẽ ai用哪cái gì à vấn号？anh用就講請問小姐，我講啊，年有18位冇爽快。年有18位冇爽快，唔知愛關哪一個門診個跌檔好，唔知愛關哪個門診個跌檔好。服務台就講加圖加超啊加路關哪個個好，關哪個個好，請叫100元掛號費。請叫100元掛號費，嗰陣啊，請對照片出行過去，嘅就係內科門診，嘅就係內科門診。阿兄同我阿公掛號是13號，阿公，我聽對嘢來去，圈呢，圈靜啲嚇，圈呢啊！阿公都講話唔是圈啊，唔是圈啊，人多人樣，愛出家行過出差，人多人樣，愛出家行過出差。阿兄就講阿公，你啊就係內科門診。你下看到一個13號存幾號嘅，等下就連到5個哦，等你下就等連到5個哦，你錯，阿兄就講，阿兄，唔係會算會補會算呐，唔係會補又會算呐。阿兄就講：阿公，唔看見門後為號碼牌頂呢？號碼牌嘅頂呢？蛋糕啊，有這做啲啊係13號，唔係愛為補為順啦，愛乃會有暗槍啊，慶祝的慶祝槍啊，愛乃有暗槍啊，阿公就講：安尼哦。也有科學個，嘛嘅唔，讀嘅18歲嘅，讀嘅18歲嘅，愛做啥味？愛有做啥味？三位第一多按多，三位第一多按多，咁麼累到咧？你係會變呆喲，我變得呆喲啊！也係話阿公，準備有，你下練到5年，你下練到5年啊，輪到你了啊5年，一個了呢，有為了也沒那個別個嘢啊，故事講啊，張富豪先生啊，창립啦，來。好，一個各位鄉親，一個來長嘅時間和實際嘅時間呢，加
口吸的时间呢，哎呦，来，吸，说安尼一直翻呢，可以加重减少安尼嘅麻烦。丈夫先生，手迄黄眉啊，手迄黄眉啊，一个气呢，当温词，当火电机、转轴机的转折机的时间啦，都用眉啊。丈夫先生手迄黄眉啊，阿公就讲，护士小姐，好，你个迄眼嘅健保卡同身份证。一个就系挨个健保卡同身份证，护士讲好啊，抢错啊，佢加强意思表示礼貌啊，佢讲啊，抢错啊，挨先同量体重、血压、体温阿爸，个血压、体重都quite标准呢。常常体温如果高位18度，阿个就讲啊，安尼有要紧嘛？啊，这样子啊，有要紧嘛？哈，安尼有要紧嘛？护士讲阿爸，请来两片，请医生同详细检查。医生就讲啊，张先生。感觉到哪只个冇爽快呀？感觉到哪只个冇爽快呀？阿公就讲，我今本日早晨感覺到有些把位疲寒寒，我也是那呀，就見到我窮下來醫院做檢查。醫生講啊，張先生，恭喜哦！有安全後尾數呢？來，請嘴巴開啦，講啊一聲，3揭開啦，我睇嘅氣部，來，我再開嘅目珠印，也全部都係佢正常，冇偏牙，多數地位拍糖茶，手做得咧，多數都拍糖茶，手做得咧。阿公就講，阿公，安尼哦，唔是注射食藥嘅㗎。是注射食藥嘅哈，醫生就講好，我可以咧固胃腸嘅藥嘅本，做3餐飯後，安尼就可以嘅。你啊嘅藥房拿去藥局量藥嘅，一個阿公話：醫生，護士小姐，監測唔得咯。阿형就講阿公，我看到有樣阿公，醫生看到有樣嘅嘛，阿公係3萬張，護士醫生都見秘書之公講啊。阿公係後生條位呀，有答講阿公一句話，一時都冇檢查，講阿公佢健康啊，係急嘅呢，有講阿公嘅健康係急嘅呀呢。唔過羅松人常講一句話，滿身就有奶唔錯，本醫生看就會食藥，你係句話一時都冇檢查，你婦人講嘅是冇檢查，一時都冇檢查，你係個藥房
本也是乐曲，良乐嘅，良乐嘅，先讲做面，讲乐曲就在两片腔下来翕，我先来翕皮家斯，所以就唱皮家斯，讲唱来也唱，我一下话就会多转啦，我一下话就会多转啦，讲就讲，让安家噶，一腔一刀钱呐，想讲，一腔58年，我哋还有农保，所以张伟哥学噶，讲身体也下有个好话嘛，身体也下有个好话嘛，讲就讲昂顺呢，医生都唔咩神仙哩，全食药就会好，唔过早晨多见，我看到感受到，安全好，做到好为太麻喂，做到好太麻喂，想讲公就安尼讲啊，我阿公照顾阿爸又照顾我，同时阿公又安息我，冇阿公那有爱咯。我当然爱善好阿公嘅呀，当然爱善好阿公嘅呀。阿公，我个爱呢，我用英文讲，唔系我嘅 dear grandfather， 唔知嘛？唔系我嘅 dear grandfather， 唔知嘛？阿公就讲，哎哟。mặc cái cụ thấy cái cụ tên với bốn nhìn phát là thấy cái cụ này với bốn nhìn phát à mà cái còn là dear grandfather thì cái cụ này với bốn nhìn phát à ai thường công dear grandfather就係講親愛嘅公嘅意思啦。咩？除了古就會本人發啦，公，就講我，哎呦，決音文，我那堂嘅事啦，決音文我那堂嘅事啦，窮快來鬼哦，nhà má一天為財無卡，起初唔吃。財富家，起初唔係，最後要答為咩？咩哦，一個40時嘅匯率呢就CN呢咩哦，想就講好，阿公請上茶，來鬼哦，第三呢就是本文呢一個慢慢的讀本，大家做參考，同時略個加個解釋哈。但係是本文學語時間嚟做嘅，一讀本大家嚟做參考。一個基本嘅就是今天記憶一個南普講記憶你有兩種寫法咩一個係呢關係的是有個否定句的時候咩有咩能咩有樣的這不是這個聽義的咩就不是係咩的簡列句第三18位有一些有的位有一些冇乜嘅沒有什麼冇乜嘅沒有什麼，當然係看上下文嚟做解釋。睇到嘅本文大家聽過嘅第五，崇尚一個崇尚是
客家话特别有嘅轻松又快乐，肉体嘅轻松，松松是心度里嘅好，心度里嘅好，气貌好安尼所以讲啊，松松就客家标准嘅客家话语，更有意思。第六，唔是就不用，唔是就不用。俩哈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很多，就是很多意思。改好能不花，当好很好的意思。第九，穷快穷快，但是读到五音没时间，搿多人就讲穷开不能无省略哈，穷快就赶快哈。第十，刚好那么好，那么也好，刚好不然，这个关于讲不然是哪个意思呢？不是这样的意思然就是这样不然反而呢，反过来讲反正呢，反面正面来讲安尼啦假如这个土呢就有三音土如秋假如就不然做的就可以说明给讲那一件给就是那个应该的该有破音是对给那个的意思。13有的是而且的意思给就快。第14两只给这个地方15哪一口哪一口哪就是哪里的意思，哪几里哪16早晨就是早上，因为这个当中就是中午，安不呀就晚上。17疲疲寒寒就感觉到有些把位很冷18今宵一直邀請，今宵。第19過陣就等一下過一會兒等一下第20拔開了劈開了拔開了就張開。21目足眼叫做眼珠眼球目足眼22安呢就是这样子的事，等于同河洛话相同。安呢所以这样的安呢跟安呢意思没相同安呢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安呢东西这样的东西24有样模样有样嘛有样嘛有样嘛有个样呢怎样的样但是也都嗰度用信仰的样还是一个用一样的样有样嘛有怎么样嘛第24张满这南部闽南话强非常的意思。25后生就是后生就是后生条位，就是年轻小伙子这个26检查有差错有争议的地方。27吹两片在这边吹两片多转了就回来29安价这么快那有我就拿一条50块钱58元有因为别人个别人背呢连音字有批的音拿到后边的讲58元18元9元一个是个呢有为的音面呢给别个音30元张为国小才会比较便宜31古嫩古蛋也有几种音古嫩古蛋这个蹲着动词加嫩呢是做的用着等于进行式古嫩。
嗰陣啊，就等一下，要是quét，唔會quét英文哦，mà grandfather，古人會本語法啦，quét 就是講的意思啊，像漢語各位來講哈，麥記呀，什麼反問句，麥記呀，第35，tháng nghe sợ，啊，看呢到。一個得到嘅都有，為了人們那個別個人，聽得識啊，聽得懂。36，娘媽，閩南方面個阿媽啊，阿媽就是阿婆，婆婆哦，阿婆啊，你的祖母，娘就是你的，簡略那個所有個你的意思，娘啊，娘一直念睡。好老話講啊，細細念啊，細細念啊，去中呢，念，那形容詞嘅時就有四個詞啊，溜，也就西洋話，溜，也就去了話啊，也有個語言一個想法嘅地方，所以5聲6聲想法，但是一個四個詞嘅時就說啊，去中呢就個說啊。啊，四則連音式嘅動詞計劃呢，本文字有詳細嘅探討過。在本文之中 ，R A D 個介紹到這的了嘅了的O R A O 啊，都係轉音字哦，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用一些心啦，研究一個連音式客家話，就會非常嘅。順口聽起來順耳，尤其從老三個字旁邊收條啊，一聽到用連音。好，看下圖片，也就是94年，也是2005年高雄醫學大學啊，一個賴延忠那總講嘅，非常嘅對有客家精神，嚟一個醫學院、地道理、護理呢，一個醫科等等。嘅先生我哋多社會來讀來研究客家話，伊講係要求一種生理嘅方式，唔曉得講客家話，對客家人嚟做生意啊，也有個困難。唔係講啊，肩膀用講客咯，唔曉得講頸頭講肩膀安尼話，所以能夠開2學分先修嘅連開3班咯，一個叫台灣全省一個體力開。客家醫學用語開始嘅學校就是高雄醫學大學嘅醫學院開嘅，一個上課人數呢有60-70100個人咯，非常踴躍啊！一個就賴延忠呢，高雄嘅呢醫學院嘅院長賴延忠安有霹靂嚇，學生呢也係十分多，一個課文呢，同時在99年嘅時間。有在一個岐山醫院呢，田院長啦，一個可以講田生平高院長啊，伊非常重視客家嘅，因為爺們是客家人嚇，所以講啊，要開一個醫護用一個研習班訓練嚇，同時一個每擺上課開課嘅時間呢，都會上台支持講話啊呢。同時呢，也有非常嘅難得，有委託我嚟做一個有10項嘅項目嘅 CD 片啊，錄音我同一個另外一個李老師呢，我講客語講國語，按嚟翻譯，使得大家在茶檔講個表演就可以聽得到客家話，當時就按嚟嚇，嘅就係99年嘅時間啊，一個民國99年，大下呢就是岐山醫一個 CD 嘅樣式是上到安啦嚇，有10個段落，同時又有歌嘅，一共有50分鐘。一個大下呢，提前就是連音式嘅用法係用嚟讀一個 RA 嚟講啊。也音母只有 RAO， 但是果數呢是果數從字形別卡動是一個音啊。有瓦拉呀瑪那亞加巴個音
也有为了人们那个别个人，高速从事性比较多呢，有为了人民的个别人，我呢，A 同 O 啊是虚字，所以而堂上应该虚字，而 E 呢同 A 呢是实体字，用眼珠看的，眼珠看呢就能实体字啊哈，用书写眼珠看，用这讲用耳公堂的就啊，我也两个人。我有为了要么能个播一全部都系客家话啊哈。然后呢，一个希望各位乡亲多多了解一个连音诗的这里，韵母密音是 N M N G B D G 的时间啦。伊来做上母是做韵母同上母的语音冇相同哦，先像一样的。奶奶啊，奶只个啊，哦 on 啊，先像 on 啊，就 on the disco， 个 n 多头前呢 no 安尼哈，一个 m 呢头前呢后背是只嘅音，个英文也相同哦，多前就是麦当劳的麦，冇个音冇个音。大音说是这样的，NG 呢，它个音啊，一个康啊在后背个时候，都动的啊，动的响大音是，大音是M 的时候，你有两音嘛，一个音是有两音。所以希望各位乡亲，亦按到嘅呢，多，也有6元8分59秒。希望各位乡亲多嚟，多聽嘅咧，就會熟落下去安哈。以上所講嘅客家商業呢，一定要用到啊，因為客家鄉親對商業方面廣冇研究，所以睇市場啲到啲賣嘅呢。個順後買嘅大部分都係客家人嚇，做小生意嘅，也希望大家可以嚟曉得客家商業用語非法應用在 Mac Many 嘅賺錢方面，所以高雄語言同其他語言有一種嘅共識要開闊嘅一條事情，所以希望各語言那提升客家出強嘅 TV 多講客家話嚇。以上基本上就講到這個非常的感謝大家，再見，謝謝。神夢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